你们说，我们还有必要挖出这个瓶子来吗？干嘛？想反悔啊？不是说好了4个人都在的时候才打开吗？可是乐成他，这是乐成的遗愿，必须完成。呀，粉色小信纸。干嘛看我的？讨厌！卡哇伊少女心呗。别看人家了，肯定跟杨大伟有关。哎呀妈呀，你那是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？你看看，有创意。哎，为了这么有创意的小姑娘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写什么呀？完了。写完了。来。好了。30岁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打开。对，30岁为期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哎，你们可别在我没回来之前就偷偷打开了啊！必须我们4个人都在场的时候才能打开啊！乐晨，我们来了，说好的要4个人一起公开秘密。我拿的是可风的。念了啊，1，小学时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亲吻爸爸，一直没跟妈妈说过。2，高中时给自己拍过一套无上妆照片。3，第一次和杨大伟接吻是在女生澡堂。心愿是毕业以后嫁给杨大伟，一辈子都和杨大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乐晨，听见了吧？够狂野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完全无法想象。哎，你那无上妆的照片呢？给乐晨看看啊。早都被杨大伟全给烧了。哎呀，咱姐们的尺度原来这么大呀！该我了。第1，小时候偷过小卖部的棒棒糖。第2，高考结束后在公园里裸奔过。第3，大2时和校草半夜去爬过长城，然后主动的把它给点儿。靠想象啊！心愿要找一个外国老公，
生一个漂亮的混血儿。你裸奔过啊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改天姐也带你裸奔呀。真的啊？行，这是目的，都严肃点儿。乐晨，现在看来，可风和冬眠的心愿都差不多实现了，你也应该挺开心的吧？嗨，有的时候心愿实现了，未必是什么好事儿。该读你的了吧？第一，喝过外公泡假牙的水。第二，往自己讨厌的女生的碗里尿过尿，你好恶心啊！呀，还好是自己的姐们儿，要不然的话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千万别得罪我啊！第三，月黑风高的晚上跟踪过潘老师，还打了潘老师2耳光。乐晨，听到没？他打潘老师了。本来就该打，打得好。心愿，飞王老师不嫁。干嘛呀？年少无知嘛。行了，那个该念乐晨的了。乐晨，我读了啊。其实，你们见到的我，并不是真正的我，在迷失当中的我，才是真正的我。很多人都迷失过，迷茫过，也藏了很多秘密。第一个秘密是，我在初中的时候加入过一个校园黑帮，帮派的龙哥就是我最崇拜的偶像。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把我一个女孩最美好的第一次献给了他。初中，乐晨，你赢了啊！第二，高中时我加入了迷失乐队，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。第三，大一的时候，我曾经和杨大伟一起去过酒吧。那天晚上，那天晚上怎么了？看不清了。嗨，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我估计乐晨都不记得了。对呀，那个不过也就是那个啊，再谈谈人生啊，聊聊哲学啊，对吧？以我一向神准的第六感，我觉得后面写的应该是，那天晚上，杨大伟告诉我，我就爱宁可风，至死不渝。哎，